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啊！我们范文康，我们阿康师呢最专长的就是呢，用中式、日式的炒法来做我们的意大利面，非常符合我们东方人的这个胃口哦。我们欢迎阿康师，你好，欢迎你。观众大家好。阿康师呢，今天要做的第一道呢是青酱哈。那在做青酱之前，我想要请问一下阿康师哦，像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青酱的这个意大利面，但是这个9层塔我们买回来之后，到底要不要洗呀？要。洗了那个水怎么办？因为这样打的话，用脱水的，一般我是用脱水，生菜不是有脱水的吗？哦，就是那个我们买的那种塑胶的那个，然后把它水脱掉，或者说甚至我们用煮过的这个冷开水把它洗过，然后电风扇吹干，可以吗？吹干也可以，可是还是脱水比较快。哦，脱水比较快，这样观众朋友知道了哈。不然你如果用生水打进去的话呢，我们的青酱很不容易保存，很容易坏掉，对不对？会氧化。啊，对，好，因为这个重点。9层塔是黑色素最高的一种食材。今天介绍的这个意大利面呢，是会跳舞的意大利面，然后不加任何的水。哦，不加任何的水，是结合日式跟意式的做法。我做的本来都会加一点巴西利的，那今天是说方便大家取得的食材哈，所以我们就用9层塔加蒜头，然后有人还会加松子嘛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也准备了松子，有烤好的松子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来做青酱，对，差不多。这样子，因为这只有1份嘛，哈。哦。对。可是如果我们要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青酱要怎么样保存呢？保鲜的，对，要放一点油，然后再放一点点卫生纸，餐饮用的卫生纸。好，然后再放一点那个保鲜膜，好，封着。对。是哦。不要禁止它氧化了，因为它很容易就氧化，很容易就黑色素。就是它是9层塔是黑色素最多的食物嘛，好，它会马上变黑。是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打。所以在比例上面的话，9层塔会放最多。对对，因为这打看起来像一点点的。终于完成了。其实青酱要打多一点哦，打一点点其实不太容易打哦。那我现在在煮面。然后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呢，其实意大利面有200-300种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每一个面它的那个煮的这个时间啊、方法，可不可以请我们阿康师也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？虽然说。通常我们在这个买面的后面，它都会有详细说明。对。但是很多家庭主妇都不看这个，他们都看我们的节目，看师傅怎么讲，他就怎么做的。因为我做面哈，其实玩面已经玩了20多年。那一般意大利面跟我们中式的，比如说台式的油面不一样，因为我选择的是意大利第一品牌的意大利面。好。那它的历史有很多年了。那一般煮意大利面都是7分钟。好，它的面心是白色的。好，等一下但是我们都吃不习惯这样的啊，就觉得好像吃那个面都是生的啊。对，然后我都是要这种面呢是呆呆的。那我煮的这个面是煮14分钟，因为那不会太烂了吗？不会，等一下吃吃看，然后再用干炒的把它炒回稍微的它的 Q 啊，意大利面的 Q 跟香，然后把所以等一下在炒的时候它会跳舞。我炒的意大利面呢，用了很多的蒜头，然后再加杏鲍菇。这个菇类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，只是口感上面杏鲍菇炒起来的口感啊，就像人家说很像那个鲍鱼片。对对，我是习惯用杏鲍菇啊，不习惯用香菇。对，那也有人用羊菇啊。对，一般餐厅都是用羊菇跟杏鲍菇。水也是要滚。对。那要不要放盐巴？要。你很厉害哦。我店里这道菜的做法是属于比较偏日式的，好像我们的面煮好的时候要泡冰水。煮完面之后，日式的做法是煮了马上放到
冰水里面去，让它呢热胀冷缩，它的那个 Q 弹才会出来。哦，他们这一点是一定的，不管你去吃什么战旗乌龙面，他们这个步骤是绝对不会省。所以说，阿康师很厉害，他用这样的手法来做我们的意大利面，大家不妨试试。我有吃。你有没有让意大利人吃过你煮的这个面？有很多。他们怎么说？好吃，比意大利还要好吃。阿康师傅的煮法是，我们把它煮过头之后，然后再把它好像反杀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一般就是要缩汁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7分钟再加上可能3分钟、4分钟，对，所以就已经比较烂的刚刚好。是。然后我是煮到14分钟，然后让它过头了，然后再回头嘛。对，然后再用冰块或冰块水哦，稍微让它的那个面条呢，赶快再回到正常的温度哦。对。好，这个鲜虾意大利面呢，为什么那个虾子要先煮熟啊？一般不是都会这样子去炒吗？你的做法为什么要先把它烫熟？因为炒面的时候，比较方便速度，对，用熟的下去炒。对，不过这个鲜虾呢，它是用这个带壳的，这样它的甜味啊比较容易锁在。对，我也都会帮客人就剥一下，才不会断掉，也会留第一节跟最后一节，方便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跳舞阶段。刚刚是 party 的这个前面嘛。好，现在要开始了，看看我们的这个面呢，今天是怎么个跳舞法哦。一般他们日式的啊，就是大部分都是炒奶油。是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先把蒜末放进去煸一下，然后继续放入这个杏鲍菇。加面。感觉现在锅子很干，没关系吗？不用再加油。没关系，不用。这个就是你刚才所说的，要把它那个水分稍微再炒干一点。对。不需要加任何的水，等下面就很 Q 了。这个做法倒是很有趣呢对，只要有要加辣的可以加辣。这时候也可以加辣。对，我炒的意大利面很多都是加辣，因为我觉得要吃辣才能尝尽天下美食。你看这个面呢，已经变 Q 了，它缩在一起，对，它缩在一起。那我们现在来调味，好，然后虾子也可以放进来，虾子等下放在面下面，就会。这为什么要用熟的或者用烫好的？就是这样，比较快。然后我们加起司粉，对，这个尽量加。蛮甜哎。对。然后青酱。青酱，哇，难怪你说那个对，差不多9层塔一下子就会反黑啊。对，你看现在开一下子，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味道哎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一下再加等一下有盐巴。所以我们做料理通常这个盐巴几乎都是最后加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9层塔的味道。对，很香哦。那我们再加鲜奶油，这是调色啊。鲜奶油是增加它的润滑的。对。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？那碰到知己了。把它拌均匀就好了。然后再剩下盐巴。是我觉得我会喜欢吃这种意大利面，因为我最怕意大利面一堆的那种像浓汤啊，感觉是面泡在浓汤里面的感觉。我最怕那种意大利面了。好，他选了一个超级大的。